如果你打算今個星期去汕頭玩，呢一篇12個小時嘅特種兵美食攻略咧，記得收藏好啦。一共咧有6間老店嘅，全部都係本地人帶路，快啲帶埋你個朋友一齊去食啊！第一間家常牛肉，燉煮到軟腍腍嘅牛腩，配上現炸嘅薯仔，淋埋佢哋一啲秘製嘅滷汁，淨係睇佢嘅汁咁正啊，都好有食欲啊！平時唔係點食米飯嘅我，都要食翻一碗啊！仲有呢個牛肉飯啊，呢個牛肉咧佢都係煮到半生熟咁樣嘅，粉粉嫩嫩，入口即溶啊！第二間啊就係呢間盛興苑店，佢咧開咗40年嘅咯，本地人咧都係由細食到大嘅。鰻魚丸跟這個精緻有什麼分別？就是可以選大末一斗哦，更大一點的。對，更大一點，那個邊上全部切掉的。你們店開了幾年了100年老店。哇，我就本身就做40來年了。那你們的丸呢，都是每天新鮮做的嗎？我每天都用新鮮的木魚做木頭丸的。墨魚丸、蝦丸、魚丸、牛肉丸、魚餃等各種咧潮汕嘅手工丸子啊，數都數唔到咁多啊！呢一個墨魚丸咬上去一啖，哇 ，Q 彈彈咁樣，超級彈牙嘅墨魚咯，應該喺其他地方真係冇乜機會食到。第3間老潮興，汕頭嘅非遺小食啊，各種嘅果品啦、水晶果啦、無米果啦，仲有呢個刻喺潮汕人 DNA 裏邊嘅紅桃果，每一樣咧都係咁好食噶，建議每種餡料咧都買嚟試一下。第4間啊就係阿伯水果，食完咁多間嘅美食咧，肯定要食下汕頭嘅梅汁水果解解膩啦，20蚊一大盤嘅水果啊！阿伯話俾我聽咧，呢一度咧有超過4斤重啊，現切嘅水果搭配埋阿伯調製嘅梅汁，食完大餐同朋友嚟食翻呢一個水果盤咧就真係太正啦！第5間杏花吳記，冇一隻牛咧可以係活着離開潮汕，佢啲牛肉咧真係非常之新鮮，本地人咧就教我錄一錄咧就可以錄到呢個粉粉嫩嫩嘅感覺噶啦，幾秒鐘就得噶啦，食到落口咧個感覺真係非常之鮮嫩嘅。第6間啦就係創新雞煲，有冇人話俾我聽點解潮汕個雞煲咧可以做到咁嫩嘅？食起嚟咧就好似牛肉火鍋一樣，仲有啊佢呢個雞皮咧係脆噶，唔怪得知咧每日都咁鬼多人排隊啦。這也太誇張啦！呢條視頻咧，希望幫到一啲想嚟汕頭玩嘅你。如果你仲有覺得邊啲好食嘅話，記得喺評論區話俾我聽啊！